12月23日康復團結服務。我們的第12個步驟傳遞信息是 AA 協會給予我們的基本服務，這是我們的主要目標以及存在的主要原因。心靈之語第60頁英文版。感謝上蒼讓那些先導之人告訴我不要忘記那三大遺產：康復、團結、服務。在我家的小組中，這三大傳統被形象地描述為：你試拿一張有3條腿的凳子，但只用1條或2條腿使它平衡，這注定會是失敗的。正是如此，我們的三大遺產必須互相支撐才能保持堅固。在康復中，我們一起保持清醒；在團結中，我們共同為我們的12個步驟和傳統而努力。通過服務，我們將自己無償得到的東西無償給予他人。在我生命中得到了一份重要的禮物，就是了解到，除非是在 AA 團結的原則下康復，否則我就是沒有任何信息能夠傳遞給他人。